来关心第三场总统政见发表会昨举办，三党的候选人针对新北市高中生在学校内底防台视的这个案件，拢有表示哀悼，因拢有提出防治校园暴力的政见，好于伊阁甲焦点放伫劳权甲经济议题顶悬。因若两岸议题，赖清德是强调讲，伊才是内底唯一行信任台湾这条路的人，佮讲另外两个拢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。因郭文铁虽呛讲，伊当时讲过伊接受一个中国，佮批评赖清德竟然公开诈骗。第三场嘛是上尾一场总统政见发表会，28暗时开始。第一个上台郭文哲是替新北市高中生红挂暗棍死亡，先目睭揢起来哀悼10秒。三党的候选人拢对这表示哀悼。国民党的侯友宜是提出防治学校暴力4大主张，嘛讲到劳权、经济等等。戴主席，我会记你嘛讲过，赵武元、叶新老孙3万就做功德，嘛会记讲你叫萧昂元、捕风捉蛇，也当作功德。所以有讲是讲劳工是咱心内上冷的一块哈，意思是讲劳工劳权，是毋是民进党会当甲软土寸骨？侯友宜是提出守护劳工7件代志，含改造台湾的3支箭，强调讲，若伊做总统，一定去创造两化的和平含经济内果，互台湾的经济搁起来。民进党的赖清德是第两化议题，强调伊才是唯一行信赖台湾这条路的人。我也是唯一一组走信赖台湾这条路，他们2组都是秉持一个中国原则，一个接受9·2共识，一个是喊两岸一家亲。只要中国对台湾施压，包括挖了我们的邦交国，一定是批评台湾政府的不是。赖清德嘛讲，若国民党和民众党伫国会占多数，因会当修法还是立法，推动服务和两岸一家亲，到时是要安怎来保护台湾？对这郭文哲嘛随回击，强调家己并无讲过接受一个中国。台湾诈骗很多，其实刚才赖副总统就在示范什么叫诈骗。我请问你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接受一个中国？你说两岸一家亲，我跟你讲，2015年我就讲过了。你们2016年的选举，多少个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拜托我去站台，连我妈妈都被拉去站台，其中王定宇都去了好几次。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觉得两岸一家亲有问题？三场公办政见发表会结束了后，这礼拜6的下晡2点，3个候选人会伫公司进行唯一一场总统电视辩论会。副总统的电视辩论会会伫明年元旦下晡2点举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